逐所在来传福音互人，去帮助人，将伊教是咱的来甲伊讲，互伊来归入主的性命。所以传道本身是种娱乐，也是一种见证。这是基督徒的责任，也是咱今仔日坐伫遮，正做一个洛杉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会友，咱所领受的召命，咱伫遮来享受上帝的恩典，享受伊的保守、伊的赐福，上是咱来领受伊的呼召，去传扬伊的性命。咱要伫逐所在来学乐咱的主，我伫咧当中要学乐你。不时来学乐，我们什么时候都要赞美。咱逐不时都要献上感谢，毋是因为咱得到足好的保护，亲像伫迄个green house内底，拢无受到风雨，拢袂拄到危险，乃是因为咱伫艰难、困苦、病痛的中间，咱体会咱的主，甲咱三个弟兄，这是基督徒所领受上大的赐福。咱知影牧师上爱的诗篇，特别是第4节，也讲上帝的保守亲像陪咱行过死荫的山谷。主的同在就是伫咱上困难的时阵来陪伴咱，所以咱毋免惊，因为主伫遮，毋免惊，耶稣伫遮。一切的。
人生总是有风雨，总是有艰难，总是有地定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咱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主甲咱三个伫地，无论咱伫什么款的境况内面，只要咱伸手互伊牵，主就牵咱的手，咱毋免惊，因为耶稣伫遮。将平安赏赐予咱，对这世到永远，咱需要透过听去，咱需要透过看去的真理，咱也需要用咱的嘴唇来开嘴、来学乐、来保育。这是咱基督徒的福气，也是咱的责任。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见上帝的恩典；开咱的耳孔，互咱听见主的声；互咱的军队。然后，咱愿意开嘴来学了伊的圣名，咱做来吟圣诗194首，你来看。
华语的。咱爱开喙，咱爱见证，爱去保佑。毋知咱愿意无？咱搁来吟第3节，好无？来表示咱的决志。开我喙唇。 听我的题目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听阮甲遮深，你为着阮的罪，你为着阮的苦难，你愿为着阮来牺牲，主，阮真正献上阮满心的感谢甲学乐。求主你支持甲阮三甲伫地，互阮所对你献出的学乐的敬拜，拢诚做芳芳的坐到伫你的面前，诚做主你荣耀的冠冕。 主求你今仔日甲阮三甲伫地，也互阮明白，主你是固守阮的，你无离开阮，无论阮伫心款的敬畏中间，主阮无需要惊吓，因为主你甲阮三甲伫地。阮感谢你今仔日也互阮有这个福分罗牧师对台湾来到伫阮的中间，伊要将你的信息来传播伫阮。 的中间，求主你来开阮的耳孔，互阮听见，互阮听见你的教示，你的呼召。阮从今仔日的敬拜学乐，恭敬交到你的手中，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